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南灣里的萬年殿，依照着古禮，佇個造醮進前，置換着王船的骨架，嘛象徵已經18年無舉辦的造醮正式起工。台南市南區灣里萬年殿主事葉助理三夫千歲，象徵經過18年的造醮大典正式開始，各項的宗教活動嘛陸續展開。阮王船在這個時陣哦，阮無裝漣啦，阮是伊是一個船底底下到地面上的摩擦吼，我說吊王船，所以阮得下早檢查一下伊的龍骨啦、龍骨到底有沒有受損，啊，阮要換新的安尼，啊，較以用這個整個船體的安全。造醮的主委嘛表示，目前當咧廟埕做新的王船廠，陸續要來做萬年殿整修古王船的儀式。啊，即馬用這為着交通安全，要調過佇咱的廟埕頭前王船廠換新的。萬年殿經過造醮是無咧燒王船，敢若針對廟方兩隻有300年歷史的王船做龍骨的抽換甲整修，讓萬年殿的王醮更較有地方的特色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